一連4日舉行嘅第2屆中葡博覽會第30屆 MIF 同2025 MFE 3展今日結束。招商投資促進局主席謝永強表示，今屆展會嘅國際化同專業化水平顯著提升。展會期間亦都促成多領域合作簽約，並主動針對參展商展開招商工作。目前已經有68間企業簽署投資計劃，為澳門引入優質企業資源。第2屆中葡博覽會、第30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 以及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2025 MFE 同期舉辦。今屆 MIF 首設澳門大健康品牌出海館，首發由泰國研發、橫琴生產、澳門註冊、3地合作嘅雙註冊大健康產品，並組織14份現場簽約，舉辦5場中醫藥相關嘅會議論壇。主辦單位形容成效理想。冇錯，澳門呢個平台咧係一個小地方大平台，咁啊佢呢邊嘅政策制度優勢咧係同內地咧係有更加領先嘅，尤其係中成藥嘅註冊嘅個時效性係好快脆嘅，咁啊以及咧大健康嘅產品喺啲功能性嘅描述上邊咧係相比內地咧係有更加強烈嘅優勢嘅，所以呢個係吸引住好多內地嘅一啲科研單位機構諗住喺澳門進行呢個科技研發嘅成果嘅轉發以及首發。東盟主要係泰國，因為泰國嗰邊承認中國藥典，呢個好重要嘅，呢個係我哋中醫大健康出海嘅一定要面對嘅一個挑戰。招商投資促進局話，今屆展會吸引超過1100家參展商，其中國際展商佔比超過30%，國際化程度顯著提升，專業化客商較舊年增加5成幾至到15000人。整體客商有72000人次，喺多個領域亦都促成合作簽約。投資立項嘅公司嚟自內地、香港、葡萄牙、巴西以及印尼等。咁數千場嘅一個對接活動呢，其實我哋已經落實咗140幾項、40多項一啲協議嘅簽署嘅。咁對比起2023嘅101，對比起2024嘅103，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增幅嘅。咁我想另一個重點啦，咁好多企業嚟到澳門，我哋可唔可以令到呢啲企業能夠落戶澳門嚟落戶澳門發展啊？咁呢個都係招商投資促進局一個好重要嘅工作，所以我哋主動去接觸咗300幾間喺今次參展嘅相關一啲廠商嘅，咁其中有68間呢，其實佢已經簽署咗相關嘅投資計劃，咁我哋已經協助緊24間呢係進行開公司嘅，咁相對嚟講都係一個相對滿意一個數字啦。謝永強又話，將會喺11月推出首店經濟發展計劃，通過舉辦專場說明會，記得點讚關注哦。